好，孩儿一定不负所托，光要我崔氏门楣。好啊！我叫崔宪，汉语言文学博士，穿越古代，成为一名8岁书童。与少爷相识，写画本，做咏鹅，得神童之名。如今终于可以施展我的才华，名扬天下啦！老夫人，您倒是给我句准话啊，让宪哥来我裴氏族学开蒙，您乐意不乐意呀？哎呀，干脆我做主，每个月再给宪哥5两银子的生活开支。5两？不妥呀！哎呀，宪哥能去裴氏族学开蒙，是这孩子的福气，我不能收钱。祖母，你就收下吧，不收下的话，我和祖父心里不安生。那就多谢裴老爷了。宪哥，你虽然承蒙巨人老爷的厚爱，去学堂开蒙读书，但要切记时刻保持恭训谦卑，切不可恃才而骄。祖母，我明白。崔氏困于微末，如今得此机遇，自然是好事。但我们一家仍需要齐心协力才是。宪哥，我们崔家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这个崔宪呐，的确是天纵奇才，但年少成名，恐会恃才傲物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要再给他一些考验？是啊。宪哥，过来。宪哥啊，老夫闲来无事，我们来玩一个对对子的游戏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裴祖父，您先讲讲规则。你呀，是读过这《声律启蒙》的，应该懂得对对子的规则吧？我们嘛，就以这4周景物为题，我出上联，你对下联。我知道了，裴祖父，那开始吧。有了，宪哥，你且听好了，我这上联是连月歌云，收夜色。太难了，祖父，你欺人太甚！宪哥他刚认字儿，对对子对他来说恐怕难了些，希望巨人老爷见谅。我想出来了。我的下联是鸡星博古洒天光。不是，你真会啊！妙极妙极呀，好一个鸡星博古洒天光啊！我这第2联是银河泻地成金浪。玉斗青天画麦山。好快的反应。老叟笑谈风岁事。老爷子的恶趣味又来了，欺负小孩。有了。这么快？宪哥，你可得仔细想想，我这个对子可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哟。我想出来了3个。3个？3个？我一个也没想到。我也一样。阿弟，你真厉害。我们
连8岁的宪哥都比不过。 3个，那快说来听听。我第一个想的是，志同合掌不留营。我第二个下联是志同侧耳一重书。我最后一个下联是志同争讼古贤经。好啊，好，好快的反应，好。嫂子，你终于起来了。你媳妇说你多年没睡过好觉，让你多睡一会儿呢。我这2个媳妇都是好着呢，你呀羡慕不来的。此处应该如此啊！娘，哎，大哥，贤弟，你家麦子收完了，要不今天跟我回去？生怕别人把你小弟抢走了吧？臭德行！哎呀，我想在家多待些日子。1是我娘快要生了，2是我想说服家里搬去南阳县住。可以啊，到时候有事儿尽管开口。哎，还真要你帮忙。首先要租赁房屋。租什么？直接住我家不行啊？哎呀，听我说完，我们全家搬迁，岂能一直住在2位大哥家？我们先租房住，然后再租个铺子，做红猫的魔猴螺售卖。啊，这个生意将来会做得很大很大。我做主，给你们4位大哥每人1成干股。这哪成？大哥怎么能收小弟钱呢？我崔县能有今天，少不得有4位大哥的支持，拉着你们一起发财才对。有你们罩着，我的铺子才能稳妥，才能财源广进。再说你们自己赚钱，总好过张嘴向家里要钱吧。这20两算是咱们入股的钱。那咱们是不是很快就有自己的店了？对呀，红猫画本爆火，那红猫魔猴螺肯定也会爆火。贤弟，给你做大哥，我的压力可真大呀！哼，那你把贤弟让给我呗。贤弟，租房这事儿就交给大哥我，保管宽敞又便宜。至于安全方面嘛，谁要敢来咱们店闹事儿，我找南阳卫的兄弟们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二弟，你真是厉害。老夫人，我等先告辞了。各位老爷慢走。哎，这次来不是来抢宪哥的吗？怎么只字不提啊？我是真拿贤弟做朋友的，他不是仆从物将，可以随便送来送去的。他是我兄弟，无论在谁家，他都是我兄弟。哎呦，我儿长大了，爹知道了，也支持你啊。宪哥读书天赋卓越，你以后要好好跟着他念书，不能荒废学业了啊。我明白了，爹。啊，哎呦，这平板收了你这么多礼物，实在是于心难安啊！哎呀，祖母，给你的你就收着，这是我们几家专门给贤弟的。过些时咱们南阳见。贤哥啊，若不是你母亲马上就要生产了，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带你去陪氏族学呀。是啊，宪哥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呀！我怕你去了别处，我这心里我遭不住啊，宪哥。现在知道是宝了，当初是谁要把贤弟送人的呀？送人？送人？什么送人啊？老夫怎么不知道啊？老夫人，
那我们就不叨扰了，告辞。慢走。哎呦，弟妹，你可得赶紧把这些好东西收起来，不然我这眼睛看得发热。大嫂，咱们一起打开看看，有你喜欢的，我做主，先送你。哎，哇塞！过去咱们家富贵的时候，住在南阳城里，家里用的也是这些好物件。祖母，当年咱们家没住县城，现在也可以了。如今咱家有了钱，我也要去读书，自然要替家里盘算一下。我的画本赚了30两的稿费，以后每个月还能再拿5两分成呢。我想着咱们直接搬到南阳县城去，开个店铺卖魔喉螺。我和阿兄去裴氏族学读书，爹还有大伯去县学深造，日后肯定能高中贵榜。祖母，你也不用日日以泪洗面了，甚至把爹和大伯关到牛棚里了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哎呦，我本来是想瞒着你的。至于你说咱搬到县城做生意，容祖母再想想。哎呀，祖母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房屋租赁的事儿呢，大哥裴坚已经帮我解决了。至于店铺和做生意嘛，我的另一位大哥庄锦会帮忙，他可是南阳首富家的儿子。至于魔喉螺烧制方面，由李鹤玉负责，他爹可是工匠李师傅呢。至于安全问题，高奇会负责的。这不，刚才裴坚还有高奇已经拿出40两的银子入股，到了南阳，庄锦还有李鹤玉再各给20两，80两银子足够我们开店了。当日我离家就跟祖母保证过，日后必定混个人样出来，光耀我崔氏门楣。今日虽然来兑现诺言了，咱们齐心协力重现崔家昔日荣光，日后别人再提起崔家，少不得竖起大拇指夸一句南阳崔氏。好啊好啊，咱都听宪哥的，这家咱办。好，办。怎么了，弟妹？我刚才太激动了，没忍住用的力，我恐怕要生了。我怕是要生了。老大媳妇，快扶你弟妹进屋啊！娘，你们都在这待着啊！娘，挺住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用力，用劲儿！没事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快出来了，使劲儿，用力呀！别跑了，用劲儿，用力呀！挺住！我有女儿了，我有妹妹了，我有妹妹了。我这里刚好有个长命锁，可以给她戴。好可爱呀！哎呦，小丫头，命真好哟！跳过咱家苦日子，直接来享清福了。哎呦！惨了，嫂子，舍不得，那就别走了。该走还是要走的，不过各位乡亲放心，老婆子我以后肯定会常回来看你们的。哎，走吧。走，我送你们。崔家儿女有志气，把腊肉收起来。娘，我不读了，
我绝服姚毅。娘放心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。哎呀，崔家呀，这是哪家新贵啊？新搬来的这家也挺有实力的呀。哟，可不是嘛，7、8辆马车前后过来探望，还带着仆人呢。行，这要是真有本事，谁住这破地方，早搬去伏牛巷了。这崔老头今天又发什么疯啊？谁又惹他了？哎，8成是新搬来的野姓崔，人家风光无限，他家一地鸡毛，同姓不同命，眼红呗。哎，对。早睡早起，保重身体。早睡早起，保重身体。来娘，卖包子嘞，卖包子！刚出炉。这个面具多少钱？这油纸伞真漂亮，多少钱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新鲜的肉，哎，现切现卖了。给我切2文钱的，也给我切那个。这时候的肉最新鲜，也最便宜了。是，现杀的肉还冒着热气嘞，要一块来。谢谢。哇，真有钱的大娘，太有钱了，真有钱啊！走，好嘞。哎，来一个吧，可甜了。这要一根。哎，谢谢。快吃吧。娘，您先吃。你吃，您先吃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娘，又酸又甜，好吃。走。前门楼子9丈9，四门3桥5牌楼，出了边门往东走，离城40啊，到县州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讲一讲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。黑小虎面对蓝兔，只听蓝兔说道：“正就是正，邪就是邪。”黑小虎，你还是不明白。只见蓝兔转身离开，留下这城里花轿真是大。是啊。油条喽！刚出锅的油条喽！哎，不买，走了。哎呀，来一碗，谢谢。娘，您先吃。吃。香啊娘！家里那几个小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也该好好补补了。回去以后没事煮一碗牛奶。娘方才还说这京城的开销大呢，该花的钱就得花。来，包几根油条。来，谢谢啊。行嘞，走了。客人慢走。油条慢。玄姐、玉哥、宪哥，起床吃饭了。哇！祖母给你买了鸡丝面、油炸烩，还有甜滋滋的五梅汤。祖母，你肯定是在馋我了。小馋猫，快吃了，早点去上学堂。遵命。好，写得甚好。没想到这著作者才8岁，本官治下竟然出了如此神童。若是将此神童培育成才，定是一桩教化之功啊！说不定本官还会因此而生呢。来啊，来人！本官这县太爷啊，做的还真是一绝。
罢了，知行高大人给本官看的那个魔喉螺甚是有趣，那去趟书肆买几个回来把玩吧。你们看看你们这没精打采的样子，那以后如何考科举嘛？还有上次作诗的事情，你们就任由着咏鹅被歪诗压过去，而没有任何作为，还埋怨人家崔县逞强，这真的气煞老夫！夫子，崔县来了。哦，夫子好。崔县，我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，还带了礼物来啊！太客气了。崔县兄，我这儿有肉脯，香得很，要不要尝尝？崔县兄，咏鹅学得真妙，我是真佩服。崔县兄，我也写了一首诗，改日咱们切磋一番。看来我们的新同窗很受欢迎啊！好了，回去吧。今日就不做授课，我宣布下接下来的课业安排。第一，你们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还有什么疑问没有？我有疑问，为什么这些课业好像都在针对我？想走科举，这些书必须战胜。好在我崔县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崔县，来，你随我来。崔县，你放心，为师啊，知道你刚刚开蒙，根基浅薄，我为你啊特地准备了10张赏票。日后若遇到完不成课业，遭遇惩罚，你便可用此物抵消。区别对待，这就是区别对待吧？吴老头不做人。还有，这个月啊，你要好好努力，争取呢再做一首诗，展现你的才华。怎么了？因为啊，县尊大人在1月之内要来咱们族学视察，对你来讲可是大好的机会呀。县尊大人年初才就任，年纪虽轻，但是才华甚是了得，为人刚正不阿。你若遇到他，务必要多多留意。多谢夫子教诲，学生谨记。进去温书吧。族学有赵家的人盯着你，万事小心。赵家，莫非是赵耀祖？大哥，我回河西村之后，那首咏鹅是如何得以证明反压过永新竹的？赵耀祖那厮把永新竹和咏鹅全南阳县城发发，他还想把你当垫脚石呢，哪成想有人当街痛批永新竹，赵耀祖的祖父还以为在夸他孙子嘞，他还厚着脸皮去攀他呢。赵家势力庞大，赵县城更是县衙2把手，这迟早是个隐患。南阳县该换一位县城大人。哎，你说场空剑到底什么模样？我更好奇红毛少侠的模样，必然是威风凛凛啊！
掌柜的，可有魔喉螺卖？哎呀，这位客官，我这书暂时没有啊。现在还没人知道红猫的魔，哪里做得出魔后螺？哎，能知道红猫魔喉螺，定是从高千户那儿知晓的。看来此人多半是信雅之人，我还是接触一下为好。何事啊？魔喉螺。哎，小哥，别走啊！你开个价，或者有什么事要做，我来办。只要改天再说吧，我现在迷路了。这好办的，你家住哪儿？本官，我送你回去。在仲景巷。仲景巷啊，那大概位置我知道。我送你回去啊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小友，你也喜欢看《红猫蓝兔记侠传》呢？喜欢哪一个？肯定是红猫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是不是想要拐卖小孩？你究竟是做什么的？我呀，是做酒楼生意的。哎，酒楼生意，那太好了！我这里有个忙，你肯定能帮上忙。啊？怎么那么巧？我就这么随口一说的呀。你还想不想要魔喉螺了？这个自然是想的。那你就得帮我的忙。你说你做酒楼生意，那你在酒楼里地位排第几？算第一吧。排第一？看来这个人是县衙领导级人物，难道是县令？这么说，你是东家，整个酒楼都是你的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我虽然是东家，但是有些事我也做不了主啊。胡说，东家最大了，怎么可能做不了主？你是不是不想帮忙，故意推辞的？并非是推辞啊，这酒楼吧里边厉害的人物太多，个个都不好惹。再不好惹又如何？毕竟你是东家呀。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那让我猜上一猜，是不是因为排第二的那个人太厉害了，还联合第三、第四的形成同盟，所以你毫无办法，对不对？这小孩全说中了。小友可有破解之法？明日你去酒楼，让所有人上下打扫一下，这能做到吗？这个能做到，但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要当着那3人的面宣布这件事，然后满怀期望地看着排第4的人，却又惋惜地叹一口气，转头把任务交给排第3的去做。等打扫完后，当众狠狠夸奖排第3的人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把真正实质性的奖励全都给地位排第4的那个。对呀，这法草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改日再见。好，小友慢走。哎，魔喉螺，魔喉螺还没买呢。算了，我改日再来吧。诸位，近日本官发现这衙门内上下甚是脏乱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今日要将衙门上下好好打扫一番。成了，第一次没人反对。此事就交给刘主簿来办。你做事沉稳，本官甚是放心。哎，不是，这几个意思？我不如姓刘的沉稳。下官领命。哼！大人，属下已把事情办好。好，甚好。刘主簿当真是用心啊。马典吏，近日你甚是辛苦，本官特许你2日休假。还有之前你所申请的差事，就交由你来负责。多谢大人。好家伙，老子累死累活辛苦了一天，半年好处没，凭啥呀？哼！好了，若无他事，就退下吧。
竟然真的有用，我得再去登门拜访，好生请教一番。就是上次走马忘记问他的名字了，不管了，明天就去。除崔县外，其他所有人背诵昨日教授之篇目，并且回答问题，答案需引自《论语》。夫子，昨天只说了背书，但没说要提问呀。武尊长，扣1分。既然你站起来，那就由你来作答。邹忌修八尺有余。纵横家言氏，国策中士可以何物而喻之啊？可我……你给我站着吧你！哎，你来作答。说话呀！哎呀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呢？来作答，你来作答，你来，你来。嘿呀，愚不可及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呀！昨天我险些将这些答案直接喂在你们嘴里了，如今你们一个人都答不出。好，就是答不出，都不准放饭。哇！夫子，你还未曾让学生背诵呢。夫子，你还未曾让学生背诵呢。好，那就由你来背诵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哇！善，大善！快坐下，站着累啊！嘿，不是你，哎呀！禀夫子，方才的题，学生想试着解答一番。哦，好，那就由你来作答。放心大胆的说啊，说错了也无妨。昨日学生听夫子教导，张仪说：“秦以连横破纵，譬如决堤导流，解诸侯相争之势，以得秦业。可见势如积水漂石。然为政篇有言：子曰：君子不器，故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紧兵革耳。”哎呀，善，大善！好一个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紧兵革耳。可是昨日为师并未教导你正篇的释义，只是带你读了一遍。学生自己读了，原本只是隐约迷糊理解。一早醒来，忽然想起昨日夫子教的国策，两相辩证，互相呼应，便自行懂了。什么？这合理吗？天才啊！简直这就是天才的读书种子啊！上苍待我吴青兰不薄啊，居然分发给我一个如此灵气十足的适龄奇才呀！天才呀，简直就是天才的读书种子呀！夫子，既然崔县回答出了问题，那是不是可以放饭了？吃，你就知道吃！你是饭桶吗？所有人啊，都给我继续背诵。县尊马上就来咱们族学考察，到时你们就让崔县一人作答吗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嘛？你自己看看，你写的都是什么啊？嘿，他认识老夫，老夫也不认识他呀！拿回去重写。
好，写得好啊！奖赏票2张。多谢夫子。好饿呀！好，崔宪回答问题加1分。崔宪背诵完子路篇，再奖赏票1张。再加1分。哎呀，再奖，3张、5张，再加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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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，再奖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好饿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放饭呀？崔宪，你快去吃饭，一会儿饭菜就凉了。今日你们如果背诵不完，谁也不准吃饭。大哥，3位长兄，我先走啦。啊！我怎么看献帝变成一只大鸡腿了呢？怎样才能写出吴老头认识的字？我也好想放学啊！你们说，我借献帝1张赏票，明日能抵一顿毒打吗？吴老头下手黑得很呐。昨日那志同教的法子甚是好用，真想再向他讨教几招。哎呀，不，我还贪图人家的魔喉螺，我这堂堂的一县之尊，真是羞煞人也。请问您是要找人吗？老人家，我找一位这么高、长相俊俏、机灵的志同。一位志同，众景巷可有不少，不好找嘞。不如先上我家坐坐，喝口茶。哎，老人家，你也看画本吗？哦，不，老太婆不识字，哪能看懂画本？这是我的孙子宪哥写的。红包的作者崔宪，你孙子啊？今日正好上一画本的事，我也不识字，就把他留在家里的册子都带上。这些都是红毛少侠的魔喉螺。哦，对，这就是魔喉螺，你看看，50一个。30文你会买吗？不，30文太少，要我说得卖200文。哎呦，谁家乐意200文买一个泥娃娃呀？老人家，我可否看一下这本册子？哎，多谢。这个都是龙猫剧情里的经典场面的，这都是我孙儿闲暇无事随意画的，妙笔生花，简直精彩绝伦。这应该是宪儿写的字帖，他刚开蒙，夫子都夸他字写得好呢。这首咏鹅也是你？是啊，是我孙子写的。两位，比起那位小哥，这位老人家的孙子崔宪，才是当真的妖孽神童啊！走，回家里看。到了，先进来坐坐吧。我要找的志同就住这家，难不成？祖母，我回来了。宪哥，你回来了。年轻人，这就是我的孙儿崔宪。原来你就是崔宪呐！原来你就是崔宪呐！哼，宪哥，这人来咱这儿寻人，说是你的朋友嘞。我朋友，我怎么不认识嘞？
别，他在开玩笑，我们认识。怎么不见玉哥回来呀？被父子留堂了。那等他回来再给你们做辅食。先招待一下你的朋友啊。回家说吧，请。想要啊？想。你出钱，我买。昨日我教你那个法子奏效了吧？也还行。不过酒楼打扫的确实干净。来，送你。你真整套都送我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是朋友。对，朋友。哎呀，你看我都老糊涂了，这会儿才想起家里没肉。你怎么称呼啊？您叫我，叫我大川就行。行，大川，晚上留在家里吃饭，你先跟宪哥聊着，我去买点肉。别，这不妥。这样，您在家等着，我去买。我这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两手空空，着实有些唐突。哎呀，我去就回啊！宪哥啊，这人是什么身份啊？衙门里的，身份暂时不知道。待会儿饭桌上，你试着问一问，问不出来便罢，诉苦也行。好。对了，我爹和大伯现学的事儿不还没着落吗？试一试，万一就成了呢。玉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原来最近仲景巷搬来的崔家，竟然是他们，能有什么来头？哼，当年分家之后的乡下破落户而已。切！来，队长，干什么呢？来，女婿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岳丈，走！哎，好女婿，来，跟我来一趟，来，这街坊四邻都过来看看了啊！这有些人呐，表面装阔绰，背地里不知道干什么勾当。别说了，别拦我女婿，衙门里当差，威风着呢。厉害！有他在，谁敢在仲景巷作妖？各位邻里打扰了，王前辈。哟，说谁作妖，谁就出来了呀？别说，这是你二爷爷。我们家没落之后，就闹着分家，再也没理。没想到今天碰上。走吧。老人家，方才上门未曾带礼物，所以去买了一些。你可莫要怪我失礼了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应该的。女婿啊，就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我家早就吃腻了。是吧？哎呦！这怎么还打人呢？你敢打我？对不起，是我们冒犯了各位，我们这就回。你们快走吧，别堵在我们家门口。你敢打我？老东西，我们这就走，回去。回家！打扰了，走回家。说这算什么事儿？看来今日有些不合时宜。这样，东西呢，您且收下。谢谢。改日我再登门拜访。
怎么二叔一家也在这住啊？他不是你二叔，分家之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就再也不是一家人。当年他欠下了外债，联合族老们逼迫您帮忙还账，还分走了70%家业，当真是冤家路窄。走。这崔老头不足为惧，但是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恶心人，有必要处理一下。县太爷明天不会把我革职了吧？将功补过的好机会来了！小贼，官差在此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哎呀，大人饶命啊！走去衙门，走！大人饶命啊！不好了，赵志大人，消息传来，我们派去崔家的人被抓了。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！警告那人，在牢里让他嘴巴严实点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！娘，还好咱们一家人无恙，也并无银钱损失。若非林差役刚好起夜，都不敢想咱们一家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。祖宗保佑，这些毛贼当真猖狂！祖母娘别怕，那贼已经被缉拿收押了。快去再看看。哎，此人多半不是贼，而是想把贵重的东西放到我们家里，然后栽赃陷害我们。看来赵志要出手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尽快把赵志拉下马。大哥，几位长兄，有人欺负我，你们干不干他？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东西敢欺负你？快点告诉我，我去干他！那人便是赵志。昨夜一个小贼，赵耀祖那厮自己上门来斗士，结果又输不起，真是无耻！一场比试而已，竟然还想要人性命！县帝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给我父亲还有祖父写信。此事莫说没有证据，就算拿到证据，也没有办法真的让赵志受挫。若不能一次将赵家连根拔起，彻底消除，我们的反抗肯定会迎来更猛烈的打压。县帝，你是说要把赵家连根拔起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怕了？你大哥我都不知道“怕”字怎么写。只是，就算我找家里人帮忙，也不能除掉赵家呀。谁说不可能？凡事皆有可能。我有办法，而且不必找家里人帮忙，咱们几兄弟齐心合力，就能把赵志拉下马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凭咱们几个毛头臭皮匠去干赢赵志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自从咱们上次一起小玩红猫，咱们兄弟已经很久没有再合力办大事了。既然赵志那厮猖狂嚣张，目无法纪，那咱们一起兄弟齐心收拾了他。今日商议计划细节，代号斩首行动。赵志，你且看我带着一帮小兄弟同你杀上一决。县帝，你快说，我们要怎么做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确此次计划最终的目的是干掉赵志。其次，我们在干掉他的同时，我们要踩着他，风光扬名。同时，我们还要趁这个机会狠狠地赚上一笔钱，把魔猴罗店开起来，这叫一鱼三吃。原来如此，
当然，凭咱们几个肯定不行，所以咱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调兵。兵？给赵志家工匠、花匠的儿子，衙门里差役捕快的儿子，酒楼里伙计的儿子，茶馆牙行东家的儿子，都可以是咱们的兵。赵志的一切行动，不管大小，通通去打听过来。斩首之前啊，咱们要先抓住他的尾巴。哪家小子打听来的消息最管用？奖励一个魔喉螺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你去衙门的时候让人打听一下，此人是谁。现在你们分头行动。阿弟，那我呢？阿兄，你去赵志家附近蹲点，碰碰运气。真给红毛魔喉螺，裴天兄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成。贺玉兄，我爹是赵府的花匠，我去打听。庄景兄，我向来唯你拍手是瞻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一定把事儿给你办好。高奇兄，你放心。兄弟们，哥哥我早看赵耀祖那厮不爽了，打听点赵家有用的消息来，我想办法搞他。能帮上忙的，奖励红毛魔喉螺一个。帮不上忙的无所谓，1个月后，商部接馈他一家叫红毛魔喉螺的店铺，让你爹娘带你去买。爹，你上一天工辛苦了。爹，听说赵府权势滔天，你在他家上工不会被欺负吧？哎，这个赵府的这个小少爷脾气确实是不行，最近经常在家里面砸摔东西，嘴里面还说着什么此人绝对不可能是天才，我要伤了他之类的话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？7年了，在赵府干了7年了，我对他们忠心耿耿。可赵志那厮居然欺负我娘子，我恨他。我隐约听你爹喝醉酒时说过，赵家富得流油，但是在我家牙行里入户的房产契单都足有好几本。太好了，找到了！赵大人辛苦了，来，喝一杯。婆婆，吃点东西吧。孩子，谢谢你啊。婆婆，你为什么躺在这里啊？这天杀的赵志，把我们家45田全都夺了去啊！县爹，我去打听了，你家遭贼一事，多半就是赵家动的手。上次斗士失败，他们怀恨在心。族穴里赵家的内应我也揪出来了，不过我没有轻举妄动，佯装不知。贺律兄做得好，咱们目前不能暴露，要在暗处行事。县弟，那赵志家的房产多得不计其数，他还受贿。无忌茶行的东家今晚足给赵志塞了200两银子，他家儿子亲眼看到的。这些信息能把赵志干掉吗？暂时不行，我们得小心策划。裴坚怎么还没回来？
大哥去的是衙门，打听消息比较难一些。明日咱们来学堂碰面，继续商议。二弟，二弟，我也打探到一些消息，一位老婆婆说，她家40亩地全被赵家霸占了。不仅是他家，他们村很多户人家都被赵家霸占了土地。这赵家倒真可恶，混蛋，该死！哼，赵志，让我抓到你的尾巴了！土地兼并，但是这一条，或许还不见得能拿下赵志，但若是再加上一手脍炙人口、风靡士林，足以挑起无数人对农民悲悯之心的名诗呢。赵志，且看我一笔作刀！来杀你！哎呀，我的乖孙儿啊！是谁又惹我乖孙儿生气了？还是那个崔宪，我可听说他最近在裴氏区县里号称风土的。祖父，你不是说很快就能收拾他了吗？哎呀，乖孙儿放心，上次出了点意外，祖父向你保证，肯定尽快把那小子全家都给收拾。裴坚兄，这个东西可以吗？脱户、销户和漏户的文书，这东西肯定有大作用。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？赵县城县衙内地板下面有处暗格，我先前进去躲猫猫的时候发现的。我祖父家也有这个。里面只有这些吗？里面金银珠宝、银票之类的，我不敢拿，是拿了这些没有用的破纸。裴坚兄，那些东西我真不敢拿，裴坚兄，求求你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拿来的东西虽然不咋地，勉强给你一个吧。但规矩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你敢说出去，3天打你5顿。谢谢裴坚兄。裴坚兄，人找到了吗？裴坚兄，你找的人我认识，他是县太爷。你确定是他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别弄错了。他就是县太爷，他还跟我爹说不要告诉崔县他的身份，还交代说帮忙照看崔县一家。县帝怎么和县太爷扯上关系了？吃饭，吃饭，多吃肉，儿子。近日庄家派人来知会了，说是魔猴楼店铺选好了，这几日让我们过去瞧瞧。好，哎，好。祖母、大伯、大伯母、爹娘，我有个事情要同你们讲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挺严肃的。昨夜来咱家的毛贼，并非是来偷东西的，而是来放东西的。此人是经由县城赵志指示，特意来栽赃嫁祸咱们家的。宪哥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那赵家盯上咱们家干啥呢？我的好乖孙，这事儿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啊！这么大的事儿一直憋在心里，肯定担惊受怕坏了。赵家欺人太甚！哼，大哥，明日咱们就去县衙报官。爹，大伯，赵家权势滔天，贸然报官，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。孩儿今日选择把话说出来，便是想到了把赵家连根拔起的对策。把赵家连根拔起？我答应了祖母，要光耀我崔氏门楣，
岂能让赵志那厮绊住我们的大好未来？土地兼并一事，既然已经抓到他们的把柄，那我们就有了施展的空间。但赵志栽赃陷害咱们不成，他必定会选择继续下手。是以我们要让他迫害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主动出击。宪哥，你继续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咱家那30亩地，想办法让赵志那厮侵吞下去。我需要介入土地兼并案件当中，以深入局讨伐赵家。宪哥，你说咱全家人都听你调遣。至于如何让赵志盯上咱家的田地，借助隔壁那位姓崔的老头来帮忙，我们早已和他分了家，还是早早划清界限来得好。咱们崔家不稀罕这些所谓的宗亲，以后我们自己单开族谱。宪哥，有把握吗？不出1月，赵志必死无疑。阿兄，你今日去看赵府的宅院如何？里面不至，外面很是华丽，门头修缮得格外气派。单开族谱，岂能无大宅安家？既然如此，便让赵家变成尘土随风去，换上我崔家的门匾。怎么样，祖母、大伯、大伯母、爹娘，要不要同孩儿一起，全家协力跟那赵志杀上一场，替咱们崔家杀出个大好未来？怎么办？得罪了赵县城，那咱家以后哪里还有活路呀？谁让咱家宪哥有本事，比那赵县城家的小孙子厉害呢？哎呀，可是那宪哥厉害，还不是因为……还不是因为什么呀？继续说呀！难不成老崔这一家有什么宝贝被赵县城盯上了？谢谢老夫人。赵志这厮不得好死！为了侵占土地，竟将活生生的一个村全都操控成黑户，一并小户脱裤了。我老婆子盼了20年，才盼来崔家的崛起，盼来宪哥这样一位委屈型怪孙。赵志，你胆敢惦记我的怪孙，惦记我崔家，我老婆子拼上这条老命，也要狠狠地咬上你一口！宪哥，好孩子，别怕，祖母会始终站在你身边，同你打赢这一仗。哎，贤弟，大哥，贤弟，你看这行不行？大哥，这可是吊销户籍、土地兼并的证据。大哥，你怎么找到的？贤弟，那你说的意思是能把赵志那厮拉下马吗？不，还差一环。赵志权柄太大，我需要拉县尊入场压阵。吴夫子说县尊最近会来族学的，到时候我想办法观察一下对方的品性，咱们再做决定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大哥给你解决了。你还记得你昨日让我打听的那个大川吗？我打听到了，就是县尊本人。吴夫子嘴里好生威严、刚正不阿的县尊，
竟然是那憨憨大川。哎，对了，贤弟，你怎么和县尊扯上关系了呢？其实是……大哥，几位长兄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且等着我把咱们的憨憨县尊调教一番，教他2招真本事。哎呀，还有先前那群小孩，我需要他们在南阳县掀起一场很大很大的舆论风波。这件事后，咱们几个兄弟南阳才子的名头，保准做得稳稳的。绝了！吃饭。来，贤弟吃菜。打扰了。哎呀，又跟婶子客气了，来自家还带那么多东西做什么？应该的。哎，大川来了，嫂子，在家扶碗筷，咱们一起吃。哎，好，就你吃饭积极，你去县学读书的事还没着落呢。仲渊兄也要去县衙求学。哎，实不相瞒，我跟大哥科考多年，仍旧是童生，所以想去县学，求教习老师们指点一二。那既然如此，博山兄跟仲渊兄应该及早到县学。去了好几次，人家嫌弃他俩是10年前的老童生，不肯收来。是吗？无妨，婶子，明日呢，让2位兄长再去试一试。好，吃饭。大伯，爹，既然大川兄都这么说了，要不明日咱们去县学试试？好。宪哥，我叫你爹仲渊兄，你叫我大川兄，这有点不合适吧？哎呀，没事的，我们各录各的，很合适的。大川，你别介意，我方才望见你进门时神色郁郁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宪哥，余兄呢，今日还真是遇到一点难题。哎呀，这真的不能怪我，就此人这德行，谁能想他是县尊啊？哦，什么难题？你说来听听。余兄啊，以你上次所说，利用打扫酒楼，成功的让我手下那3个人离了心，所以今日呢，我想乘胜追击，于是我依葫芦画瓢，让他们去办另一件事儿。没想到我那个2把手啊，联合着另外2个人，把我给否了。哦，哎呀，你啊太着急了，目标太明确，肯定会招来2把手狠狠的打压。我不用猜就知道，你所谓的另一件大事儿是关于夺权的大事儿。那可有补救之法？哎，这样，你先莫要着急夺权，先绕过2把手，想个办法针对3把手，然后把他给开了。你不是东家吗？开个人应该很简单的，然后扶持自己人上来。我这暂时没权开除啊。什么？既然你开不掉他，那就以私人恩怨为由头，凡是此人要做的事务都不批钱。批钱这事儿也不归我管。那你还是先回家吧。哎，别！哎呀，宪哥，你好好想想，肯定有办法的，是不是？宪哥，你就帮大川再想想办法。阿弟，这是真的在调教县尊呢。我这小酒楼的上一任啊，就是被2把手给逼走的。这酒楼缺了东家呢，小酒楼的2把手就联合大酒楼的2把手一起来经营这小酒楼。也就是说，赵志斗走了上一任县太爷，现在是知府的2把手和他把控。唉，这大酒楼的2把手明年就调走了，人家懒得管事儿，又不愿意放权，所以这个县令完全是被架空的呀。哎，有了！你快说。这个法子用在别人身上不好使，用在你身上肯定好使。
明日你直接去找大酒楼的东家，狠狠状告一番大酒楼的二把手。哎呀，新上任的菜鸟别的不会，哎，告状你总会吧？告状？他明年就要调走，你不用担心撕破脸。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嘛。这俗话说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万一把脸皮撕破了，会不会招来他们的报复啊？那就让他以后没有相见的机会。县尊老爷可嗨了，一开始还不愿意跟阿弟称兄道弟，后来满嘴都是献帝献帝的。我管你叫献帝，县尊老爷也管你叫献帝，那岂不是我和县尊老爷就是兄弟了？都是兄弟，好说好说。回头去县衙找咱兄弟讨杯热茶喝。大哥，几位长兄，不出几日我就要回河西村一趟。县帝，你要动手了吗？是的。县帝，大哥知道你聪慧，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但大哥还要再交代你一句，尽力而为。此事能成自然是好的，失败了你也不必畏惧，只要保全好自己，保全好家人，其余的交给大哥，交给裴家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县帝，大哥，几位兄长，我知道不是我自己在战斗。这么做，吴老头会不会被我们玩疯掉？一定会的，说不定就像赵耀祖他的夫子一样，连夜搬回家去呢。县帝，你确定此事能行？吴老头虽然不做人，但咱们也没必要把他往死里坑。夫子好，夫子好。最近这几人格外有功，善，大善呐！大人，这吴同知坐着同知的位置，却还接着县令的差事，哼，那倒不如连着县令的金印、官袍一起穿吧。够了，你们私下解决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！你威胁我，敢威胁朝廷命官，老子是第一次当官，不懂你那些什么规矩，我懂的就是道理。你想穿2件官袍，好，我找知府大人告，他不管，我就去开封府告；开封府不管，我就上京进吏部去告。哼！成了，真成了！幸亏啊，遇到献帝，虽说才8岁，什么8岁？简直就是我异父异母、亲如兄弟的好弟弟。丫头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没事吧？吃饱了再说。你，我有点犯困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听说你有个弟弟读书很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祖母说是因为我们家田地风水好，冒了青烟，他把阿弟的生辰八字埋到田地里，阿弟就变成了天才。哎，小孩应该不会撒谎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啊告诉赵县城。石膏点，哎呀，大人，
说，我听说老崔家那块风水宝地埋了崔县的生辰八字，他才成为了天才。我说那小子才8岁就能作诗，原来家里是有块宝地被镇着。祖父，快把崔家那块田地夺过来，再把孙儿的生辰八字埋进去，孙儿马上就能变成天才了。乖孙儿放心，祖父马上就去帮你办。纵使被姓叶的夺了权，但祖父我对付一个小小的崔家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娘，爹，大伯，娘，今日我和仲渊已经顺利入县学了。真的？我的2个儿子在县学读书，2个孙子在裴氏族学读书。哎呦，还好没去裴氏族学，要不然怎么好意思啊？以县尊的身份跟崔姐坦白啊！恭喜大川兄夺回9楼营业权，弟弟以茶代酒，祝你早日将那不听话的2把手拿下，稳稳地坐下东家的位置。贤弟，依你之见，真觉得维修能把那个2把手拿下？自然能行，如今你就缺一股东风，时机到了，自然能拿下。不过嘛……不过什么？说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说不定大川兄你又真不想拿下那2把手了，也未可知。哦，哎呀，嫂子，你怎的惹上了赵家呀？怎么了？那赵家派人来西河村送话，说要用1文钱买你家30亩的田地呀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若是不同意，就把你家男丁全送去服徭役呀！你看，你要不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？哎呦，我的娘啊！我不活了！嫂子，哎呀，赵家欺人太甚呐！是30亩地呀！哎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宪哥，你这是做甚？我在书上看到拔苗可以助庄稼生长，赵家欺人太甚，盯上了我们家的田地。我想让庄稼快些生长，把粮食收了，这样的话好降低我们自家的损失。禀报大人，崔家同意卖田，只求莫要把崔家男儿送去服徭役。顺着崔家使去。好啊，祖父，我这就便去河西村将我的生辰八字埋进去，我就要变成天才了。听乖孙的，去吧。我这边收到消息，赵志他们去河西村了。同城们，且听我说，县地遇到麻烦，有事需要咱们帮忙，你们可否愿意？愿意。县地读圣贤书悟道，得知拔秧苗可以让庄稼早日成熟。今日我们前往河西村，一块去帮忙。不仅是咱们裴氏族学的人，所有能喊来的人，大家一起冲！我们从族学出发，一路沿街喊口号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的。这不是拔苗助长吗？夫子说这是错误的。县帝说此法有用，难道你比县帝还天才？忘记上次咏鹅怎么赢的？小心吴夫子回来狠狠痛批你，只会读死书。这次县帝仍然是跟别人去比试学问的，难道你们就忍心让他输吗？走！救县帝！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待会儿到河西村，咱们见到庄稼就狠狠地拔，但不能全拔出来，庄稼会死的。对，拔一半就好。今日拔完，过2天庄稼就熟了。哎呀，这些小先生们读书读傻了。你们这些小先生读书读傻了吧？小子们可不能胡来，庄稼在地里长得好好的，如果你们拔掉它，会让庄稼死在地里的。老汉，你没读过书，你不懂种庄稼。你
到红毛奇侠传的画本，作诗咏鹅的8岁神童崔宪嘛，他是我们的同窗。对，同窗。崔宪告诉过我们，拔苗可以让庄稼早日成熟。我老头子伺候了一辈子庄稼，你们竟然说我不懂务农！无需理会。走！救先帝！荒谬！揠苗助长！那崔宪先助鸿猫，又作咏鹅，本以为南阳出了位神童，哈哈，竟然能做出如此荒谬之事，可笑！哼，实在可笑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咱家小少爷去拔秧苗去了。啊？什么？诸位同窗莫慌，我知道河西村在哪里，我带大家过去。走。一群年轻学子竟然去揠苗助长，老天呐！县太爷，属下方才又去打探一番，总算把事情打探清楚。快说！揠苗助长一事，全是因那神童崔宪而起。现在那帮学子们都是去河西村帮崔宪家拔苗的。崔宪，县太爷，怎么了？我这马甲是要掉干净了呀！吴王，快速备轿去河西村。先生，已如实禀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告诉我，崔宪向你们求救，带着其他几人去河西村揠苗助长？放屁！一派胡言！我宁愿相信老夫我能办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荒唐事，我也不相信我那天才学生能干出此事。好，老夫就亲自前往那河西村一探究竟。乡亲们，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今天在河西村那儿，有人替我们做主，要拿下赵志那贪官。走，咱们走！赵家来了！就这块地嘛，快把我生辰八字都埋进去。又见面了，你不是好生猖狂吗？今天我看你笑不笑得出来。祖父，快把这晦气的一家人赶走，别玷污了我这块风水宝地。便是崔宪，是我，如何？倒是好胆，日后说不定还真能是个人物，可惜你没有日后了。签了这份田地买卖契书，你们一家就去交易场开荒吧。县城大人，您不是说只要崔家同意卖地，便放过他们吗？放肆！本官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这崔家卖地全凭自愿，去徭役场开荒，那也是走的正常衙门章程。你敢平白诬陷本官的清白？小人不敢。你出1文钱，就要买走我家30亩田地，敢说全凭自愿？天底下竟有这般自愿的！来人，将这崔家人拿下，除去户籍，送去徭役场。是。祖父且慢。崔宪，你的生辰八字究竟埋在哪里？速速挖出来！我告诉你后，你会放过我们家吗？自然。好，我带你去找。究竟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么大块地，怎么可能容易找着？我当时埋生辰八字的地方可是冒了青烟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找啊！拿下这崔家，让他们尽快签了这土地买卖契书，送他们该去的地方吧。是。你会干什么？让开！住手！姓赵的，你敢动我小弟，我跟你没完！
弟们，计划有变，《红毛蓝兔七侠传》的作者被欺负了。眼前这帮人就是如黑心虎一般的坏人，他们是来抢夺崔县家田地的，所以崔县呼吁我们帮忙来拔苗，提前收割粮食。但仅仅拔苗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帮忙保护崔县，向红毛少侠学习，一起对抗邪恶势力。我保证，回军后，今日参与此事的兄弟们，人手一个红毛魔后罗。好，辛迪，你没事吧？你便是崔县兄，外面那些坏人是来欺负你的吗？崔县兄，你当真认为拔秧苗可以让粮食早熟？哎呀，我没事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诸位兄弟们，同窗好，我便是崔县，感谢诸位今日前来相助。此事了却后，回到南阳县城后，我奏东请大家吃席面。但坏人还是没有被打走，咱们还得如红毛少侠那般惩奸除恶。不仅如此，今日所有参与此事的兄弟们必定会成就一番美谈佳话。你们的爹娘、师长，甚至万千百姓们都会为你们喝彩鼓掌。各位红毛少侠们，你们可否愿意？好，愿意。县帝，你请说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自然是拔苗了，但各位且注意，佯装拔苗便好，可别真拔了。我们家还得靠这个吃饭呢。叶县令到。哎，这是叶县令，他怎么来了？就算是叶怀风来了又如何？我赵志何惧之有啊？这是叶县令，他怎么来了？青天大老爷，求你为民妇做主啊！那赵家欺人呐，他叫我们大川有何怨情？上前速速道来。启禀青天大老爷，那县城赵志欺人太甚。1分钱买我家30亩土地呀，还要把我们一家人送到摇椅场开荒，求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老人家，快请起。竟有此事！无稽之谈！你崔家卖地，我家前来收购，钱货两讫，纯属自愿，何来的欺人太甚一说呀？放肆！胆敢在本官面前无礼！本官问你，你可曾威逼利诱，欲购买百姓田地，甚至以服徭役的名义强迫他们买卖？一派胡言！我赵志清清白白为南阳百姓劳心出力。县太爷讲话，考虑清楚再说，否则，赵志。且待本官拿到证据，定然不会饶过于你。那就等县太爷拿到证据再说吧。县太爷为我们做主呀！那赵志也是用1文钱买走我家10几亩田地的。让，我要报官，我要报官！赵志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怕是记不得了吧？我记得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记得你。我们家有40亩地，都被你给夺了去。我的大儿子被你送到了摇椅场，死在了摇椅场。2儿子、3儿子被你活活把人给打死了，还有我的3个儿媳妇先后都被饿死了，还有我的2个孙子，我们全家11口人，就剩老婆子我一个。赵志，你这个狗官，我求你不得好死！老太婆，莫要胡说八道，你这是在污蔑朝廷命官！
县太爷，你搞这般大阵仗，难道是自取其辱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当官断案，讲究的是证据。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子崔宪让诸位跟着看了一场笑话。我知道如今人人笑话我读书读傻了，妄图揠苗助长，收获粮食。但诸位也看到了，赵志以势相逼，小子实在无法。孟子公孙丑上便提到过，揠苗助长的糊涂事儿，便是今日小子所为。承蒙夫子教导，小子得以在学堂安心读书。夫子教导这篇内容时，细心相交，传授其意，是小子自作主张，做出这番揠苗助长的事儿，惹来无数笑料，也让我的夫子蒙羞。诸位，我便是吴青兰，就是眼前这位揠苗助长的荒唐学子的夫子。但我眼中的崔宪，聪明敏捷，满身的才华，小小年纪便自有其笔墨风骨，他也是我的骄傲。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，崔宪莫慌，一切都有师傅在，你且细细的把前因后果告诉大家。夫子，学生读了圣贤书，可当遇见滔天灾祸之时，却无力自保，甚至痴心妄想，想效仿那些被当作笑料的诗人，揠苗助长，收获粮食。学生斗胆请问，我读这圣贤书有何用？若揠苗助长不再是笑谈，落在你我身上，何解？好孩子，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你们，但是你们当时答不出，只有崔宪一人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你们可还记得？裴坚，就由你来作答。当时夫子问我们，纵横家言事，国策中的事，用何物喻之？我们都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，但唯有献帝回答上来了。他说：“子曰：君子不器，不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仅兵戈耳。不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仅兵戈耳。不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仅兵戈耳。”赵志，你要证据是吗？好，你且看着听着，你以势压人，欺负百姓，有口难言，无法同你辩驳。但你错了，因为这天下有的是读书人，有的是文心脊梁，笔墨风骨。眼前这位老婆婆遭受你害人搓磨，却无法向你讨个公道。但我不是，我读过书，我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她不会说，我来教她同你说。赵志，这孩子刚刚做了2首诗，我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我听懂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是否能听懂？这2首诗叫《悯农》。春昼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还有呢，狗官，你给我听着！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子曰：君子不器，不真是在民心向背，非仅兵戈耳。赵志，这就是民心。草民恳请大老爷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。
统领开启今天大老爷，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，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，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。献帝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，真的无敌的厉害，信手拈来，当场作诗，米农二手都把我听哭了。大哥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好自夸你，但是你刚才潇洒不羁，满身才气，实属我辈楷模。草民恳请青天大老爷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，为我等做主，拿下赵志。好，很好，好得很呐！你真以为天真的做了2首歪诗就能定我的罪了？本官乃堂堂8品县城，经有吏部选作诗自然不能给你定罪，但这些呢，以兼并土地、伪造托户、销户、漏户的证据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可能给你定罪。众位乡亲，大家快快请起。赵志，你还有什么辩解？下官糊涂啊！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，但是我赵家产业众多，养活了无数的百姓，还请县太爷开恩明察，狠狠责罚下官，下官由您处置啊！这可是赵家的万贯家财啊！恳请县太爷明察，下官由您处置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说不定大川兄弟又真不想拿下那2把手了，也未可知。赵志，你说由本官处置对吗？本官懂了，本官听得非常懂，但本官还听懂了悯农，听懂了这老妇的厉声质问，听懂了百姓的恳求，更听懂了这些学子的期盼。本官苦读数10年圣贤书，这是本官第1次穿上官袍，百姓们拥戴我，称我为青天大老爷。本官之前浑浑噩噩上任，受女掣肘，碌碌无为，甚至从未想过如何做官。但今日本官耳边悯农2首声声回荡，眼前百姓殷切期盼，本官为这一方，理应必有一方平安，又岂会受你蛊惑贿赂，忘却了本心？赵志，你草菅人命，鱼肉乡里，兼并土地，犯下滔天罪行，今日本官便将你拿下，交于上官受审。来呀，给我将此贼子拿下！县太爷，是。县太爷，走。县太爷威武！县太爷威武大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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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27岁第1次走官，我的心一样是热的。诸位兄台同胞们，揠苗助长一事纯属误会，此事另有隐情。你们且来看，这悯农2首乃是那8岁神童崔宪当场斥责狗官赵志所作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好啊！是啊，好啊！如此振聋发聩之诗，竟是一8岁稚童所作，此子大才啊！大才！所谓读书人，应该站出来，将崔宪与悯农2首传唱颂扬，好叫天下读书人携手，对，用唾沫星子淹死那赵志，将他彻底钉在耻辱柱上。好，兄台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将悯农2首摘录，送往开封府。好。谁
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，好啊，崔县，老夫知道你有诗才，但是想不到，老夫还是低估了你呀。好小子，且看老夫造势，送你一场大造化！好诗啊！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重庆，此诗是哪位大家所作？回禀大人，这首诗的作者名叫崔宪，不过南阳一个8岁的稚童，开蒙也只半年时间。我这里还有他写的一首咏鹅及一些字帖。妙哉，妙哉！此子有书圣之姿啊。至于这悯农2首的由来嘛，岂有此理！如此大案，为何只有南阳县令出面断案？南阳知府何在？我这就命其前来开封述职。还有，要速速查明此案。我要书写奏折，将赵志和悯农2首上呈吏部。有悯农2首在，此案一定会被当作典刑来判，甚至上达天听。此诗的作者只有8岁，此诗一了，必定名扬诗坛士林，甚至官场啊！那崔县如今在何处读书？可有拜师？哈哈，实不相瞒，我看这孩子属实有天分，我想将其引荐给我的师兄做弟子。啊！哎呀，敢问可曾是官拜礼部侍郎，如今的士林名儒大家，师承赐府正阁老的东来先生？正是享誉文坛、桃李满天下的儒道大家东来先生。来了，好精彩的少年郎！少年，何玉，你能不能去远些？没看到周围百姓都在夸少爷我俊俏，都在看我呢。胡说八道，大家分明都是在看我，在夸我俊俏。诸位同窗，且留步。今日承蒙诸位倾力相助，我们共同合力，最后才能惩奸除恶，让奸佞之人伏法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知道，方才这一路走来，我们受到了太多百姓的夸赞和颂扬。但我总觉得似乎还缺了点什么。哎，夫子，您是不是还没有夸我们呢？对对，夫子，我们今天棒不棒？快夸我们几句。怪不得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献帝一说，我总算想起来了。吴夫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们做了那么多，你连一句夸赞的话都没有。是急，吴夫子也太不懂事儿了。你们还敢跟我要夸赞？揠苗助长一事，乃崔县不得已而为之，而你们却没有提出任何质疑，真气上了。然，《论语·为政篇》有言：“见义而不为，无勇也。”你们见恶而成，为伸张正义而战，他日要以此为荣。我作为你们的夫子，也以你们为荣。孟子《公孙丑上篇》有言：“我善养无浩然之气，志大志刚。”你们虽然年幼，但是都是读过圣贤书的，当如春草破土，虽幼而刚之，养浩然气于胸，日后必为栋梁。我再以孟子《尽心章句上篇》里的一句话来告诫你们：
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今日我还要再次夸奖你们今天的表现，善，大善。好，大善。多谢夫子教诲，学生谨记于心。诸位，今日之事虽已落幕，但大家倾囊相助、齐心协力之情谊，必然不会就此落幕。对，所以我想请诸位在此写下自己的姓名，我们做一本《少侠惩恶同窗录》。此录中记载的每一个名字，都是少侠功臣。少侠功臣，也好叫这本同窗录共同记录我们灿烂张扬的年少青春。好，今日我们有幸和献帝一起除奸惩恶，咱们之间来日也要互相扶持，如夫子寄托那般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夫子，你也留个名字吧。好。县令到！县令大人，诸位，这本《少年惩恶同窗录》，让衙门中人也摘录一份吧。我还会命人将它写至南阳县志里，好叫后世之人共同瞻仰众位小少侠的惩恶风采。好。崔家老嫂子，快开门呐！知府大人、同知大人、县令大人，该县衙数10名官差来您家慰问您来了。无碍呀！昨日本官听说那赵志作恶，心中愤然，痛惜我南阳百姓竟遭此人如此侮辱唾沫。而后我读了小神童崔县的悯农二首，当场感动到潸然泪下，钦佩至极呀！如此文采，本官自愧不如啊！岳丈，你说实话，崔家之前遭遇磨难，是否跟你有关？我哪里知道老崔氏的孙子那般厉害，他竟然能扳倒赵志啊！你这是要把咱家人都害死啊！好女婿啊，赶紧想办法，你想办法啊！本官唐突造访，但愿莫要惊了你们呐。哪个是做出悯农二首、揭露赵志丑恶真面目的崔家宪哥？快叫出来，让我见见呐！便是这位老人家辛苦培养出来的神童宪哥，本官替南阳百姓乃至我大梁诗坛向您郑重表示感谢呀！两个老狐狸，这时候想着来巴结了。哎呀，好孩子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一表人才呀！来，咱们回家。回大人的话，草民家中清贫破落，担心无法招待好大人。哎呀，看看，那贪官赵志赚得盆满钵满，如此神童竟然落魄如斯，我等愧疚啊！感谢诸位大人，东西那么多，我家院子小，还怕放不下嘞。他这是在暗示我给他家一套宅院？只要不让上头追究，赵家宅院给你也不是不行。哎，无碍，那我就跟吴通知叶县令进去坐坐，其他人略表心意即可。
哎呀，那赵家院落宽敞，就怕事情闹大了，到时我做不了主啊。怎么可能闹大？放心吧，会闹大的。老东西，小狐狸。哎，好，看来苦楚算是安抚住了。请。师傅大人竟揉着小神童的脑袋，他大有才识胆量。童子大人竟然还关心老崔氏，给他把脉。启禀知府大人、通知大人、县太爷，赵志盯上小神童家财产，全因我越账而起，恳请大人降罪责罚。好一个恶灵！小小争执就想害人，你教唆赵志兼并土地，罪大恶极，来人，速速给我拿下！好叫各位大人以及在座诸位知道，他不只是我们家的邻居，他还是我们同姓同宗的一家人。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！带走！大人，院长，大人，院长，院长，院长。家务事琐碎糟心，给大人添麻烦了。但大人也看到了，此人心术不正，分家了20年，仍旧对我家抱有恶意，所以小子厚着脸皮恳请大人将我崔氏祖老传来，帮小子一家做个见证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那些偏心眼的老族长都已经不在了，这恨都不知道该恨到谁头上。我从未见过诸位，但想诸位是我的长辈，如今情况诸位也都知道。20年前我不在，无法评价诸位的做法。作为晚辈，我也不想插手上一辈的恩怨，但我没想到分家20年，我家仍然要遭受这样的逼迫。各位族老，你们扪心自问，这样公平吗？作为晚辈，我想请所有诸位帮我做个见证。我崔家自河西村起家，现迁至钟景巷，和其余崔姓之人无关。今后我家将单立族谱为南阳河西村崔家，我崔县必将承载家族荣耀，承担重任。此后我家再无瓜葛，单开族谱。谢哥，祖母是真开心呐！真没想到你能把这件事给做好。你祖父要是泉下有知，也不会怪罪祖母的。祖母别哭，孩儿有件好消息，保转天了不哭。还记得我说过要单开族谱拿下赵志吗？咱们这宅子呀太小，还得付房租，不妥不妥。知府大人已经同意了，赵家的宅子全归我们家。哎呦我的娘哎！真把赵家的宅子都给我们了！哎呦！李大人，下官愧对李大人的栽培呀！少给我搞这些虚的！本官且问你，赵志兼并土地，草菅人命、贪污受贿一案，你可有参与？有参与多少？大人明察呀，小官未曾参与啊。
你在本官手下为官多年，本官自然不想看到你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与本官说了实情。即日起，你便留在开封，哪里也不许去。为写好奏折，快马加鞭呈送吏部。你好自为之。谢大人，小官谢过大人了。哎呀，那《悯农二首》的作者崔宪，你可曾见过？此子品行如何？大人，此子秀外慧中，七窍玲珑，小小年纪便自有其神采风骨。甚好甚好，不枉我将此子引荐给我师兄为徒。李大人，你的师兄莫非是东来先生周庸？哎呀，还好我把赵宅拨给崔县了。哎呀，此子当真通天造化呀！赵志安平平无奇，李端给我写信，重头戏应该在别处。好字，好诗啊，好手段。崔宪8岁开蒙，如今8岁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们师徒3人，我在朝堂中心，李端镇守一方，周庸名震市民。也该是时候培养一个小接班人了。如此旷世奇才，便宜了周庸那厮。乖乖徒孙，且看师祖送你一场好造化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果然好文采，此诗竟真出自一8岁稚童。好，好啊！看来我大梁竟有如此神童天才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哦，郑哥，你倒说说，朕有何喜呀？陛下，如此年幼的8岁神童，竟然能做出这般振聋发聩之诗，说是文曲星下凡也不为过。文曲星下凡辅佐相助，说明陛下乃皇权天授、既寿永昌的真龙天子。天佑陛下，天佑大梁啊！陛下，此乃祥瑞啊！天佑陛下，天佑大梁！你们这些人呢，就只会捡好的说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，望尔等能铭记于心。谨遵陛下教诲。阁老大人，下官今日便派遣人去往南阳调查此案。另外，依下官的想法，同工部、户部协商，免除了南阳县百姓3年徭役，减免南阳县百姓5年6成粮税，同时免除崔家20年粮税、赋税、徭役，并与那礼部协商，将那悯农2首作为范诗，推广天下学堂。您老以为如何？善。老大媳妇，你看娘今天这身衣服合适吗？娘，您放心，合身着呢。娘，那我呢？哎呀，好看好看！哎呦，崔家老嫂子，你家那店铺总算是要开起来了，喜事儿哟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哎，怎么不见你们家小神童呢？哦，近日家里店铺要开业，宪哥和那帮孩子说是要给红猫的书友准备个惊喜，准备扮作七侠沿街游走，乐呵乐呵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恭喜恭喜！走。
穿好了没有？穿好了没有？真是太辣眼睛了！都说好不许笑，你还笑？那要不咱俩换换，你来扮蓝兔？不，我可不敢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估计祖母马上就到你宝斋了，我们走。哇！哎呀！红猫少侠，我竟然见到了活着的红猫少侠，好生俊俏不凡。他手上拿着的竟然是长虹剑！天哪，好威武！这就是我想象中长虹剑的模样啊！哎，那个手持奔雷剑的是大奔吧？是啊。哎呦，我的老天哪！这死胖子是谁呀？他竟然敢扮演蓝兔！还有个竹竿扮演猎杀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哎呦！开门营业！好！别急！哎，不要急，这价格太实惠了，买！我要买！啊，好，快！这个是吧？哎，好。红毛少侠的真人肤质好生俊俏，我要买一套。好累啊！也不枉少爷我这般牺牲，丢人现眼。不是，少爷我模样这般俊俏，扮演个蓝兔而已，竟惹来这么多人齐齐震怒，这架势真想把我戳死呀！多谢小神童，多谢小神童啊！您是咱们南阳的功臣，是咱们南阳百姓的安公啊！是啊，你不仅帮我们除掉赵志那个狗官，还替全南阳百姓谋福啊！朝廷已经免除了我们3年的徭役和5年6成的粮税啊！圣上都夸你是神童啊！小安公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娘！祖母，咱家宪哥被陛下夸赞神童，还免除了整个南阳城3年的徭役，5年6成粮税。哎呦，老天爷啊！看，他就是崔宪，他就是小神童崔宪呐！李农二手是他做的，赵志也是他扳倒的，就连陛下也夸赞他，还免除了咱们南阳百姓的徭役赋税。乡亲们快看，他是不是特别俊俏？小安公，请再受我们一拜。
知府大人到！崔县，我代表南阳所有百姓向你致谢，你为南阳做了一件利好万民的好事儿啊！诸位大人以及在场的所有父老乡亲，小子崔县承蒙大家厚爱。然此事并非县一人之功，半月前在河西村得无数父老相助，我们才能将那诏制绳之以法。今日南阳城福泽雨露，摘得善果，全因先前父老先生们自己种下的善因。小子如今才8岁，实在担不起诸位鞠躬行礼，但小子想说的是，若来日小子能走出这南阳城，也必将家乡放在心里，不忘今日父老先生之厚爱，望我们南阳和南阳的每一位乡亲们都能有个大好未来。哎，真不错呀，好看，这个真不错啊。对对对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宪哥，你被陛下夸赞了嘞！是啊，贤弟，连陛下都夸你是神童，还因为你减免了南阳县百姓的徭役粮税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很厉害。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必再多说了。先来看今天的账目吧。啊，怎么了，老大？快说是多少啊？对呀，54两390文！哇！一天时间，竟然赚了小半套南阳的房产。只是今日刚好凑巧碰到全城百姓来道谢，大家捧场而已。我们还得扩大市场，带着倪宝斋走出南阳城，开到南阳府，甚至到河南省去。所以祖母，你可莫要被那些小钱吓到了。咱们南阳河西崔氏能不能彻底崛起，成为世家大族，都得靠你带领我们向前冲呢。宪哥，我老婆子大字不识，我不行的。祖母，谁说你不行了？你可行了！当日赵志欺负咱们，祖母您一拍桌，带领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绳，最终把那赵志绳之以法。你可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呢。宪哥说的对，娘，你厉害着呢。是呀，娘，您真了不起。老大，老二，你们能不能教教娘？我想学认字儿，也想学学如何算账。好。今日有点热，吴夫子奖励的赏票用来扇风刚刚好。你们也知道，我没有在炫耀。就是真羡慕你们可以把赏票拿在手里扇风，我这些10只手都拿不过来。吴夫子上课了，快走！今日学习2首新诗。这2首诗的名字就叫做《悯农2首》。这2首诗经由礼部的大人们商讨，要作为范诗，发向全天下的学堂，供学子们学习。夫子，那岂不是全天下的学子们都知道悯农2首还有崔县了？那是自然。哇！崔县兄，你太厉害了！崔县兄，
来日功成名就，莫要忘了咱们这帮同窗。崔县兄，以后你就是我在士林儒学圈层里的最强人脉了。好说，好说。好，开始温书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，散了吧。兄弟们，我跟大家说个事儿，明年我准备下场考科举了。别吹牛了，你要是明年去考科举，那我也去。不是，你来真的？你们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我早晚都是要下场考科举的。今日我祖父写信给夫子，和夫子商议后，他们决定开始让我学习做八股文了。可是这已经下半年了，明年上半年就参加科举了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参加科举并不代表一定要中榜啊，我提前下场先感受一下，也算是为以后的科举做好准备啊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你们别这样，人总是要成长的，我们总不能这样一直混下去啊。想想赵志案，若非献帝带着咱们出谋划策，又写了悯农二首，咱们如何能赢得这般漂亮？想来这便是读书的意义啊！咱们来学堂读书，不就是为了参加科举吗？大哥，你长大了啊？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这里啊，便是我那小徒弟生长的地方，果真是人杰地灵，民风朴实啊。老爷，人家的神童娃娃还没答应做你徒弟呢。祝你话多，迟早的事儿。那我找人打听一下，神童娃娃家住在哪里？不妥不妥，咱们呢还是先找家客栈住下，明日启程拜帖，再去南阳献学。您不是来收神童娃娃为徒的吗？去献学做甚？哼，还不是因为李锐那次办的好事，也不知道提前给老夫写封信。如今我那小徒弟以悯农二首，已上达天庭，名扬天下。我们千里迢迢上赶着贴过来，显得好生世故。看人家有了名声，才来把收徒。啊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而且老夫在外，好歹还有些薄名。如今贸然登门，让人家拜师，被拒绝了怎么办？老夫我不要面子啊！所以啊，要记住，我此次不是特地来收他为徒的，而是刚好游历到南阳，顺便到南阳献学讲课。总之啊，先把老夫到南阳的消息给散布出去。我那乖徒弟知道消息后，说不定能第一时间来拜我为师。万一人家神童娃娃没来呢？老爷，你千里迢迢过来，不就是为了收徒？何必弄得这般麻烦？应该不至于吧？这些年，老夫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很多人来找我拜师。还有啊，老夫最后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来收徒的。来人！老爷，我知道您真不是来收徒的，您是来收我的。咱们也不能一直总是在客栈，我实在睡不安稳，总得找个能落脚的地方暂时安家呀。老爷，您说的对，我明日便去租赁房屋。那你准备去哪里租赁呢？
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。不如这样，老爷，你明日去县学露个脸，好生出出风头。这倒是个主意。老爷，我去打听一下小神童家住在哪里，我们把房屋租赁在他们家隔壁，或者对门也行啊。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？目的性太强了，很有巴巴上赶着贴过去的感觉。那确实。算了，这种小事儿你看着做主吧，老夫向来也不怎么在意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这般不值钱的模样，当真是没眼看。到时候人家神童娃娃不理睬你，有你哭的时候哎。啊，东来先生！哎呦，竟然真是东来先生！老天啊，咱们县学何德何能，竟然能有幸接待东来先生！学生拜见东来先生。诸位不必客气，都坐吧。老夫受李端所托，来河南游历讲学，刚好途经南阳，就来现学一趟。真是太好了！老爷，我租了重几巷一处房产，之前的人家也姓崔，最近刚搬走。这种小事你做主就行。老夫会在南阳逗留一段时间，目前住在仲景巷里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疑问，可以直接来家里请教。那可太好了，太巧了，东来先生竟然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巷子里。是啊。先生，这道题该怎么解？莫急莫急，老夫一一解答。哎，邻居咋来了这么多人？就是，咱们回去问问爹和大伯。行。爹，大伯。哎，爹，大伯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外面那个东来先生很厉害吗？是的。爹听别人说了，那个东来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是县级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，受天下读书人的追捧与尊崇。不仅学富五车，名声赫赫，而且他有个师弟，就是当今河南布政使李大人。而东来先生的师长啊，那来头更加惊人，是内阁次辅郑大人。知道了吧？哎，这么粗的大腿，我不抱简直不是人呐！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要怎么样想个法子，不经意的去抱上他的大腿呢？对了，新邻居来了，我让祖母带我们打声招呼吧。哎，好，走。娘，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呀！哎呀，不闪，仲远，你脑子笨呐，实在是学不会呀。娘，您这个年纪可正是努力用功、学习开蒙的好时候。您要是不学，我跟大哥还有什么颜面给老天交代？仲元说的对呀，更何况啊，咱们崔家的未来可都攥在娘手里了。你看宪哥一学就会，还有玉哥那也是进步神速啊，怎么到娘这儿就死活学不会了呢？说的对呀。
娘，当年你不就是这么教训我跟大哥的吗？仲元说的对呀。梁雪，梁雪。你欠我家的，明明是你欠我家的，你欠我家的米，小山头，你来问我们评评理啊！我们只信你，明明是你欠我家的，明明是你欠我家的。小神童，你来问我们评评理。哦，原来是算账的问题。老爷，您这是作甚？嘘，莫要说话，认真听。听什么？听神童娃娃和邻居唠家常。老爷，偷听并非君子所欲。非也，非也，这并非是在唠家常，而是在讲算术难题。虽说此题并不难解，但就是老夫也需要算盘或者纸笔稍作推演。而这题对一个8岁孩童来说还是太难了些。且等我写出答案，然后出去帮几位邻居解决难题。正好别在我的乖徒弟面前。张婶子，你呢应该还李婶子2斗半的大米。你看是吧？居然全对了啊！这孩子难道还会及时心算？及时心算？算了，老爷，咱们先用膳吧。不对，算的不对。这正是我在东来先生面前表现的好机会啊！小神童对吧？你这个账目肯定算错了。算错了。咱们的小神童啊，虽然作诗天赋惊人，可算术似乎还差点意思。难道小神童真的算错了？听说这位秀才公可是很有学问的。是啊是啊。诸位，若是不信我的话，可以请东来先生来帮大家算算账。敢问这位秀才公，那您觉得是按去年的粮价算账，还是今年的粮价算账呢？自然是去年的粮价算了。怎么能按去年的粮价算？那按今年粮价算？按今年的粮价算也不行。这什么秀才公啊，这一点问题都整不明白。刚刚小神童明明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呀！管他什么东来先生西来先生的，骂秀才不秀才，我们只认小神童。对呀对呀。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这最丢人的时候，这东来先生怎么来了？这位秀才公怎么什么都能弄错呀？是啊，刚刚小神童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，反倒是这位秀才公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回先生话，学生自认为没有算错。俊俏机灵，和蔼儒雅，受欢迎，有风度，不错，甚好，适合做学老生。师啊！方才你说应归还2斗半，是怎么算出来的呀？回禀老先生，这借宿还米一事看似是道数学题，实则是道人情题。由于米价变化，按哪一年算都会有问题，而2斗半不偏不倚，双方各自承担了一半的损失。2位好邻居大度携手，共度难关。好啊！不愧是小神童啊，真的比秀才公还有学问呢。借时卖剑还时贵，折中公允两家惠。2位婶子都是咱仲景巷的好心人，要懂得互相体谅呢。是。我这番表现应该还不错吧？这还不得把你迷得不行啊！快来授徒吧，老师。先生，学生此次前来是有问题想要请教的。学生读了那《春秋》，发现《公羊传》强调大一统，《公羊传》注重这名分。如今那南北蛮夷来犯，我们是应该以德感化外邦，还是严防死守，划清界限？这是谁帮你出的问题啊？
武帝即匈奴，海内虚号，太宗平突厥，安史重其后。故曰：夷夏之防，本乎德之盛衰。简单来说呢，咱们若用强就打，但不能莽，否则就会耗空基业；咱们若用怀柔就去招安，但是也不能过于软弱，否则敌人就会蹬鼻子上脸。学生多谢先生教诲，学生多谢先生教诲。好，说得好，好，说得好。为师表现这么好，快拜师吧，乖乖徒弟。倒贴或是不值钱。可恶，这样还拿不下！好样的，老头儿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怪哉，这都不来拜师，好样的，小子，老夫盯上你了。气煞老夫，当真气煞老夫啊！继父老儿说我学问不如他，说的徒弟不如他，就此理。老爷，让一让，您挡住阳光了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老夫既一夜行，过于低调，我那乖徒儿没有认出我是东来，所以一直没有来拜师啊？有的是有这种可能的，老爷。哼，闭嘴！晒书就晒书，话那么多做甚？干活吧你！以前啊，你们四人呐，之前最让为师头疼，而如今你们也沉稳下来，步入了正途，大善。从明日起，我便教你们八股文章。说到了八股，东来先生，夫子，您说的东来先生好像就住在我们家的巷子里。哎，你们倒是提醒了我。既然你们要学八股，我就厚着脸皮去求东来先生给你们授一节课。随见，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同去拜访东来先生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一个无名之子，贸然登门，恐遭老先生嫌弃。不妥不妥。你呀，是一个一身才气的稚子，老先生必定惜才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老先生家的住址。那好吧。届时啊，你一定要好生表现，给老先生敬一杯茶。老先生一高兴了，说不定这事儿啊就成了。老爷，裴氏学堂的吴青兰求见。不见，就说老夫病了。好的，老爷，我这就去跟外面来拜访的小神童说您生病了。慢着，老夫这病怎么突然就好了呢？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啊！好的，老爷。人就是崔县的老师，这看上去平平无奇，这老夫究竟说在哪里？崔县，这位就是为师给你讲过，当今士林最有学问的大家东来先生。哦，快去给先生敬杯茶。好的，先生请喝茶。先生，我这位学生名曰崔县，非常的优秀。懂了，这厮特地带着个得意弟子过来炫耀的，岂有此理！抢了老夫的徒弟不说，还故意送上门来炫耀。先生，晚辈是裴氏族学的夫子，听闻先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美名，这才斗胆请您去族学，为年幼的学子授课传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竟是学堂里的夫子啊，善大善呐！哈哈哈哈！你热情相邀，老夫自然要去的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就，现在呢是下午，这样吧，不如明日一早我过去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好，那自然是好的呀。我这个学生刚好也住在仲景下，不如明天一早就由他带您去族学，您看可好啊？
那可太好了！好茶，好茶呀！弟子茶呀，老夫的弟子茶。诸位好啊，老夫便是东来。怎么样啊？老夫这般普通的长相，是不是让你们失望了？非也非也，老先生长得俊俏呢。这佩剑不敬师长，扣1分。我有一个很难的问题要问你们：盖一座房屋，第一步要做什么呀？先生，这简单，盖房子第一步当然是打地基，然后立梁柱，砌砖瓦，最后雕门窗。其实课堂上也能盖房，盖房屋就如做八股文，要先破题，再成题，接着起讲，最后做4笔8股，是不是和盖房子的步骤一样啊？糟了，这是猝不及防的钻进脑子里了，我要长脑子了。现在盖房屋之法已传授给大家，诸生若有疑问，可问老夫。先生，学生读龙文边影，有一疑惑，请指教。叶侯插架刘向校书，若以此题作八股文，破题之时，应侧重藏书之广，亦或侧重校书之精。献帝翻开的书那一页，也没有他说的典藏典故啊。这2个典故说的是藏书需要人整理，学问需要人传承。崔县难道这是在当众拜师？朕在问叶侯插架。合着你们俩早就看对了。叶侯不藏，刘向无书可效；刘向不效，叶侯徒藏故纸。故破题当以藏为体，效为用。原来这老头早就对我有意思了。这3个人的师徒情谊太要紧，我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。恭送先生。崔县，我早料到将来你必有大造化，只是未曾想这一日来得如此之快。县自幼家贫，寓于乡野，承蒙夫子慧眼识才，照拂教诲，才有今日之薄名。万般情谊无以言表，方才学生斗胆自比叶侯，盖因夫子亦是县之留校。好啊，那为师也以诗经大雅，祝你来日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学生便以诗经小雅回之，望夫子日后高山仰止，竟行止。夫子，你天天夸献帝，你今天又闹的是哪一出啊？这个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，你赶紧吃饭去。哎，今天可以提前放饭嘞！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一提起吃你就来劲。今天连个问题你都问不出来。今天所有人都扣1分，崔县加2分，
你扣2分。快，笔墨纸砚来，我要写信。再添100张。47封信，老爷。神童娃娃还小，您这般高调，会给他树下无数敌人。做了我东来的徒弟，难道还想低调？既然无法低调，就狠狠高调。我要替我的乖徒在士林官场大凌天下，露露脸。我要为我的乖徒筑7尺高台，舌战群英，广邀天下名儒。年轻天才前来登台辩经，让那些想踩我徒弟出名的家伙都赶紧过来。老爷，你先告诉我，神童娃娃不，崔小公子天资比您当年如何？我不及也呀。恭喜老爷，喜得爱徒。您打算何时正式收徒啊？老夫赚了一辈子的名声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啊？若依我本意，何该带我乖徒去金陵开场文会，广邀天下名儒来做见证？然徒弟年幼，不宜舟车劳顿。他生于南阳，长于南阳，20日后便在这南阳城举办一场风光文会，以作收徒宴。待日后他年长些，离开这南阳城，走出这大梁士林，自会好生见识他的风采。去吧，就把这47封信送往大梁2京13省，我要让我的乖徒崔宪名动四方。老爷，收徒宴的地点定在哪里？我似乎有个便宜的师侄，刚巧在南阳，叫他安排便是。是，老爷。对了，对外只说是文会，莫要提收徒之事。届时要在文会上正式宣布，方可一鸣惊人，惊艳四座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您平时可喜欢喝酒？自是喜欢的。不过老夫呢有个癖好，不喜欢喝贵的酒，喜欢喝便宜的清酒。便宜酒口感劣质不好，有小子在，保准让老先生喝上好酒。桂花酿如何？好，好，好。20日后那天，你把时间给腾出来，有个没甚意思的文会需要你去参加。虽说没甚意思，但是也得传神心意。为师，老夫啊，找人给你定制了几身衣裳，到时候挑点喜欢的穿着过去。好。今天老夫呢会找个时间正式登门拜访，与你家人见上一面，做个交代。好。周庸这老东西，眼光高得很。他写信来炫耀，证明这位弟子绝非等闲之辈。这样，备一份厚礼，马上发往南阳。哼，20年前我输给周庸，20年后我的弟子一定要赢他的弟子。
我有预感，他这弟子以后也会走周庸的老路子，开台便战士林。哎呀，大儒之徒，阁老徒孙，这小子竟凭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士林官场啊！备礼，备厚礼，必须要赶在周庸收徒宴之前，将礼送到南阳。叶大人，哎，别，咱们私下呀，还和从前一般就好，莫要起了身份啊。对了，我听说你要去参加东来先生的文会，我可收到消息了，这文会上有个叫黄伦的青年秀才，要在文会上刁难于你，他想借着你扬名，你还年幼，不如就先避避。这个文会我得去。哎呀，你这天才之谜可来之不易，怎能给他人做垫脚石啊？是谁要拿我这个师侄做垫脚石啊？也不问问老夫这个师叔。这位老者，莫非是河南布政使李端大人？小李子，这是老夫的主场，靠边站。老夫周庸有个还算小有薄名的号，叫做东来。今日初次登门，还望莫要见怪。你家崔县过于优秀，老夫喜欢的很呐，因此呢，想收他做关门弟子。来，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。明日文会也是老夫特地为他准备的。老婶子，赶紧请这些人进屋坐哟。您可知道，刚才第一个说话的那是河南布政使正二品的高官呐。刚才那个要说现耳的是东来，那可是大梁名儒东来先生，他身边那个李大人是他师弟。东来先生的恩师，那可是当朝赐府阁老大人。尊母，尊母，东来先生还有布政使大人正在等着您回话呢。你家小崔县优秀得很，老夫实在是喜欢呐。老先生，只要宪哥同意，老婆子我自然是没有话说。恭喜师兄喜得爱徒啊！哎呀，裴坚这小子也不知道沾了什么滔天的运气，竟然能和崔县做兄弟，好啊！哎呀，好啊！好家伙，这个文会就是为了崔县而办的。以后这把崔县这一家子当祖宗一样伺候着。师兄啊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等明日拜师宴再详谈。乖徒弟，那个叫黄什么的家伙，需要为师替你把他赶出去吗？此事弟子自行解决即可。若是随便来个人就能给弟子造成困扰，那弟子怎么配拜您为师呢？孺子可教啊！弟子崔县见过师叔。好小子，等明日拜师宴，师叔啊，送一份厚礼。走了。下官送诸位大人。哎呦！祖母，哎呀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呦！这是真的，真的！你们就没有想问我的吗？不问了，不管仙哥想做什么，娘都支持你。快来看看，东来先生送你的新衣服。哎呀，竟然是蜀锦哎！宪哥，就试试这件红色的。来，南阳王府好生气派啊！确实气派。哪个是黄伦？听说要找我讨教，今日我崔县便如你所愿，指点你一番。小神童好生俊俏啊！黄伦何在？小神童要指点你了。
黄伦，快出来！黄伦，你莫非是怕了吧？谁说我怕了？黄伦来了，黄伦来了！质子好胆，竟敢如此猖狂，妄图指点我黄伦！不是你先放出话要同我讨教的吗？今日士林只知我崔宪，不知你黄伦，你想讨教的是什么？该不是想学如何扬名吧？简单，你也做一首《悯农》便好。文会还未开始，你我堵在门口，若惹王爷、钦差和东来先生不快，好说。今日我先喊话于你，一切责任皆在于我。你既如此说，那便定个规矩吧。如何比试？赢了如何？输了又如何？都听你的。我今日崔宪奉陪到底。我出上联，你对下联。好。输者不得参加此次文会，如何？你且放心，纵使你输了，我也准你进去。小神童霸气威武，雪里白梅，雪映白梅，梅映雪。哎呦，不错呀！这小伙真厉害。风中绿竹，风翻绿竹，竹翻风。哎呦，好，对出来了。那我再说一联：上钩为老，下钩为考，高考同生，同生考到老。哎，这骂人呢，这是。钦差大臣到，东来先生到，河南布政使李大人到，知府大人到，县令大人到。他们肯定是在看我。崔宪，看我今天见你扬名了。小神童，我这上联你可答得上来？若答不上来，就趁早认输。一人是大，二人是天。天大人情，人情大过天。好，好啊，这个好。你且继续。你出上联吧。虚伪，你已经连出2个上联了。好，那你来对吧。我这上联是四口同图，内口皆归，外口管。这可是一个一语双关的拆字联呐！谁来帮忙啊？给这黄姓小少年递把伞，天热，我要晒着。东来先生竟然替我说话，还送伞给我，他老人家一定是相中我了。5人共伞，小人全仗大人遮。第一次见到自比小人的，此人莫不是傻了？哼！好啊，才思敏捷，磊落端庄，不愧是陛下钦点的小才子。崔公子，请。诸位，本王早就听闻诗坛盛况，文人墨客舞文弄墨，此乃大良风采。今日本王就做个主，来邀请诸位一起参加个游戏，如何？好。崔小公子，你年幼可爱，才慧过人，本王想让你第一个参加。你若参加了，他们便抹不开颜面，自会跟随应和。敢问王爷，这游戏究竟是什么？联句诗如何？敢问王爷，今日联句诗的主题是何？莲池亭榭，桌案之上，请君自观。听蝉。诸位，请吧。关世侄，师叔不擅长作诗，待会儿你可得让着点师叔。哼，好说好说。崔小公子啊，那赵之案既已查明，下月结案。你若有空啊，可以去赵宅看看。
多谢大人。祖父，你快去啊！这么好的机会。吴父子，你上啊！闭嘴吧，回去考10分。诸位，记忆就绪，便开始吧。诸位都已经看过题目了吧？本王不才，先提第一句，以1盏茶为时间，如接不上，皆为认输。那就先从宋知府开始吧。高树多凉吹。书蝉足断声。以催居客感。祖父，你快说呀！更使旁人惊。高树多凉吹，书蝉足断声，以催居客感，更使旁人惊。看来本王的诗啊，让各位又伤感又心惊啊。崔小公子，到你了。王爷莫多想，今日酒宴丰盛，纵蝉声扰人，但我们宾主尽欢，共叙情谊，方是正道。我接晚夏游之集。妙哉，妙哉！好诗啊，好一个晚夏游之集呀！诸位，以此佳句，我们共喝一声，如何？好。崔小公子，你我可否共饮一杯？这里现最年幼，我该敬诸位前辈。哈哈哈哈！好。金秋别有情，微湍何不似？戏馆学南城。待会儿菜鸡们都认输退场，咱师徒2人好好对上一番。齐大人，在下才疏学浅，江郎才尽了。宪哥，这回看你的了啊！崔小公子方才一句晚夏游之集，极为妙哉呀！如今接连3家都已输定，必是蓄势待发。你还年轻气盛，尚可展露锋芒。所以本王的意思呢，将接下来2句都由崔公子来进行，将此事的意境气势拔高一截。王爷，诸位前辈，大家都接1句，现接2句，岂非占了便宜？哎，无妨，这种便宜啊，你尽管多占些。崔小公子可是抢到了，快哉快哉，你我都洗耳恭听呢。我这2句是：当小腹斤重，无贪要火明。好诗啊！哎呀，好啊！这2句诗一出，这首听蝉联句诗绝对能在联句诗中占得一席之地呀！是啊，今日见小神童，才知何为荧光见皓月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
哈哈哈哈！李端，你先退开，这3杯酒，师兄替你喝。师兄，请。好酒量啊！哎呀，东来先生好酒量啊，真是海量。先生豪气呀，真是豪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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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青松四面落，白发一丛生。好诗啊！哎呀，妙极了！先生大才，现敬您一杯。方才你那句“当笑负斤重，无贪要虎名”，着实惊艳，当府一大白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崔小公子、东来居士，二位果然盛名之下无虚事啊！本王佩服至极呀！有二位珠玉在前，我等实在惊艳而又惭愧。本王提议，接下来的诗句自行选择，接与不接，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接下来2句由我来接吧。向西因迷离，迎风意更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崔仙，你来。丹丝出迥树，余响思空城。好诗啊！此诗到此处还剩4句，你我师徒一人各作2句作为收尾，如何呀？先生请。惠立松间坐，萧了竹里行。先生，这最后2句诗，现想送给您。哦，我想送给先生的2句是：但饮枝头露，高洁自得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诗啊！哎呀，真好，好啊！好一句，但饮枝头露，高洁自得名。为师喜欢，为师很是喜欢呐！哈哈哈哈！宪哥，快给这首诗起个名字吧。怎么回事？献帝他……哎呀，再扣10分。老夫平生孤傲，见过很多天骄才子，但是总觉着还差些意思。于是老夫一等再等，一晃眼便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老夫也愁苦啊，再不收个徒弟，这一身衣钵该由谁传承？好在上天对我不薄啊！老夫在53岁这年，终于把你送到了西夏。能得老师青睐，亦是县之幸事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老师，好！吏部尚书周大人贺东来先生喜得爱徒，祝崔县小公子人生正方起，仕路是平铺。吏部侍郎王大人贺东来先生与崔小公子薪火传灯，桃李承熙。做国公府贺东来先生与爱徒德润文凭师表正，才辉宏宇学徒贤。季府先生贺东来先生与爱徒师道授业如春雨，图心承恩似竹声。首辅陈大人、齐王殿下、太子殿下恭贺东来先生喜得爱徒。怎么样，为师为你举办的这场收徒宴，很满意否啊？程老师厚爱，学生却之不恭。去吧。名门百家齐贺，
你自当上前接受众人的祝福，让他们也看看，老夫收了个多么优秀的徒弟。小子崔宪，感谢诸位不远千里送来祝福。然现已8岁稚童，自知今日盛世，非为宪而来，皆因宪之师东来先生。方才老师问我，可还满意他为我准备的收徒宴？想来老师为今日宴席定已提前操办许久，宪心中感激不尽。宪年幼，无老师这般大手笔，却阅尽绵薄之力回馈恩师。诸位或许听闻，如今宪在外也算小有国名。老师为宪操心劳持，宪无以为报，愿在此收徒宴上，与诸位面前以诗一首，敬赠恩师东来先生。好，好，本王要为崔小公子亲自研墨。先前我与人斗诗，对方做永心竹赠与恩师，还阴差阳错赢了我的咏鹅。别人家恩师有的，宪之恩师自然不能落于人后，所以宪赠恩师这首诗，便叫做永心竹。永心竹之南阳王府赠恩师东来先生。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大善呐！明年再有新生者，10丈龙孙绕凤池。好，真好！我等今日有幸，居然见到一首名诗的诞生啊！此后，在赠诗之作中，又多了一篇旷世佳作呀！崔小公子才华斐然，必将再度名动大梁士林。好啊！这首《永心竹》，为师实在喜欢极了！今日过后，全天下诗者必然艳羡不已。哎，让他们羡慕去吧！不必等到明年，我东来的10丈龙孙今已节节长成了。王氏师从到，鄙人太原王氏见过东来先生崔小公子，方才观崔小公子作诗之风采，实在令人泰然。然今日鄙人受家主之托前来，有些话想当面问个明白。如果扫了各位之兴，还望海涵。你且问吧。敢问先生，假以时日，可会让崔小公子效仿先生当年之举，广邀天下士林名儒才子开坛论经？学生听老师安排。自然。可否许下期限？10年。好，10年之后，我太原王家自会有人向崔小公子领教。且慢，老师，现以为10年太长，以老师之博学，教导现学习，又何须10年之久？5年吧。5年后，我自会去开封府开台。无论你们王家，亦或天下群英，皆可登台与我辩经。我崔宪静候诸位莅临。好，真好！不愧是我东来之徒啊！既然我徒弟把话已说清，那诸位，咱们便5年之后开封见真章吧。 5年之约既定，鄙人便急着向主家禀告。东来先生，崔小公子，告辞。
这个一下子说起来会太累了，都是眼的。黄伦，那算什么？他岂配与小神童相提并论？别提黄伦了，重要的是今日的连句诗。小神童、东来先生、礼部正使、知府大人当场作听禅诗，引来满堂喝彩呀！不，真正的重点是东来先生，大梁第1名儒啊，当场收下小神童为徒啊！对呀，全大梁的名门贵胄都派侍从送来贺礼，阁老、李氏、王氏、齐王殿下，甚至太子殿下都送来祝福啊！小神童当着百家名门之面作诗咏心竹，当场送与东来先生啊！那红衣俊俏少年郎当场泼墨作诗，南阳王还亲自为他研墨，那何其风光啊！大才啊！最后小神童更是当众立下5年之约，要在开封府开坛辩经，广邀天下适龄英才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真的，走。娘，他们说的是宪哥吗？是吧？宪哥，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，祖母不知道的？啊！小神童，当真风光无限呐！才8岁就得东来先生青睐，还立下5年之约，实乃我南阳的骄傲啊！一朝成名，天下知的感觉如何呀？方才在文会上，学生觉得十分风光得意。可待文会散场，百家使从离去，一切归于平淡，学生才意识到那些风光皆是虚妄。哦，为师还以为你会沉浸于风光群玉中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缓解过来。今日之风光，皆凭老师、师叔、师祖辈等人撑着，归根结底，学生若不能自立，今日之风光不过是昙花一现。5年之约既定，学生更当沉下心来，跟随老师潜心求学。今日老师祝学生风光一时，5年之后，学生也希望能凭自身的努力，让老师为有学生这般弟子在士林文坛真正风光得意。好，走吧，回家。从明日起，便到为师家中来上课。好的，老师。